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屏东的乌昂床柜结束了。这3个月以来，渔民抓到的乌昂床的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2成，总重量计出26000公斤。其实渔民伫台湾甲菲律宾定态的海域咧抓鱼，常常会拄到越南籍的渔船非法食过界，用垃圾布抢掠鱼。加在海巡署执行护鱼的任务，派出着大型的巡防舰，互渔民会当安心来作业，嘛互越南籍的渔船唔敢过来假销。已经拢用越南语咧放送啊，也是唔肯配合，海巡决定三方包围，强行顶准。船顶总共5名越南籍的船员非法越界掠冻切的机鱼甲苍鸭鱼，这已经是高雄海巡队今年掠到第3件，花100万了后就处理。掠乌昂床的季节，台菲灯塔海域总共100多只台湾渔船未入出海，发现到非法越界越南籍的渔船，拢会使用集鱼灯，造成鱼仔失去视力，连带影响到渔获量。海巡署3个月来扩大展开南方海域的扫毒任务，调派台东舰、花莲舰、台南舰。编组分工，就亲像海上快打部队。海巡署全力护鱼，果然有成效。今年乌昂床的季节，总共掠到1207尾，比去年同期增加188尾，成长大约2成，总重量是加26000公斤。海巡若是保护渔民的性命财产安全，嘛有非法的渔船唔敢轻易挖进。